咁而家睇緊嘅96平方呢個單位呢，發展商講緊係100% 嘅實用率，咁究竟有冇呢？咁我就要講翻得房率同埋實用率係完全兩個概念嚟嘅。Hello， 大家好，我係楊生啊。咁相信大家都知道，而家房地產市場呢係處於一個面臨改革同埋不斷出政策去救市嘅一個階段嚟嘅。咁所以喺呢個大背景之下呢，就會逐漸有啲發展商會開始做啲比較新穎嘅產品。咁譬如話超高實用率啦，或者係告別翻以前嘅嗰啲常規唔合理嘅嗰啲間隔設計啦。咁所以今一集呢，我就嚟到珠海斗門區一個即係廣告推銷呢，就講緊係100%實用率嘅樓盤嚟探盤啦。咁呢個樓盤呢，就係叫做龍湖天南。咁亦都係而家我鏡頭正對住仲起緊嘅呢個建築。咁呢，首先我哋睇下佢嘅呢個周邊嘅地理環境同埋位置先。咁呢個盤呢，係屬於斗門區嘅湖心新城。咁呢個區域呢，亦都係經歷咗3-5年嘅時間，好多盤呢都已經係賣到七七八八，跟住呢都會有超過50%左右嘅呢個入住率。夜晚嘅着燈率喺度噶啦。咁龍湖天南嘅呢個位置呢，佢就係處於湖心新城嘅內部，靠邊緣少少嘅。咁其實佢呢塊地呢，就唔係龍湖發展商自己拍低落嚟嘅，佢係叫做復地星魚灣呢個樓盤呢，佢之前嘅 C 地塊或者係 D 地塊嚟嘅，只不過呢係復地發展商呢，就冇充足嘅資金去起樓啦，即係其實字面即係講到白就係咁嘅意思，就係冇乜錢去繼續起噶啦。跟住呢，而家就引進咗一個龍湖啦，同埋後期仲會有5洲房地產入嚟協助佢去開發啦。即係因為地係攞咗落嚟大概3-5年噶啦，所以呢個地期呢係不斷咁樣會向上去拉長個時間噶嘛，所以塊地呢就一定係要盡快起樓咁樣先係符合政策規定嘅。咁呢，我哋而家嘅呢個地理環境呢，就可以見到係屬於新區嚟嘅。你包括睇翻佢嘅周邊嘅市政道路啊、綠化啦，同埋佢嘅呢啲公共設施，其實好多都未有完成嘅。可以見到都會有啲施工嘅呢啲現場喺度嘅。咁龍湖天南嘅呢個樓盤呢，佢嘅缺點同埋優點，在於我睇嚟呢，就係亦都好突出。咁缺點呢，最大嘅缺點就係佢唔係現樓。咁佢成個盤呢係分為16座去開發嘅。咁而家先係起咗4座嘅，而且呢都要去到明年嘅7月份先作為第一批去交樓。咁首先佢唔係現樓嘅情況下呢，是否會爛尾呢個未知數嚟嘅。咁亦都係好大機率佢唔會爛尾，因為佢係經歷咗復地冇錢去起之後，再攜帶資金入嚟去新開發嘅一個發展商龍湖。咁龍湖呢個發展商呢，亦都係喺中國內地做豪宅呢方面係比較出名嘅一個代表性發展商嚟嘅。咁其實喺國內嘅好多，譬如上海啊、北京啊、廣州啊呢啲一線城市呢，好多嗰啲豪宅呢都會有龍湖呢個發展商嘅身影。咁呢，所以是否爛尾嘅呢個問題呢，相信就唔需要太擔心。但係呢，亦都要去防備。咁肯定係有現樓揀現樓噶啦，呢啲個個都知嘅。咁第二個呢，即使佢係順利咁樣按照佢嘅交樓時間交到樓俾客戶啦，俾業主啦，但係呢，你喺已經買咗交咗訂等待嘅過程當中，你唔知道佢到時起出嚟嘅樓嘅質量、用料同埋施工方面嘅穩定性達唔達標噶嘛。其實呢啲全部未知數嚟嘅。所以呢，而家呢個市場環境下，期樓即係樓花呢，其實就非常之唔受歡迎嘅。而且呢，龍湖天南佢嘅呢個盤呢，目前嘅嗌價呢係11000幾一平，直到14000幾一平都有。咁具體睇翻你揀翻邊啲單位咩面積數。咁呢，目前如果係香港朋友買咗呢度嘅話，譬如你以後上嚟你冇申請到港車北上，
嘅情況下呢，如果要搭公共交通出去，呢度係暫時未有公共巴士嘅。而且係非常之依賴叫滴滴打車出去，跟住去到主幹道，去到湖心路口就會有永東巴士去翻香港噶啦。咁呢，周邊嘅呢個環境，除咗市政道路呢啲公共區域仲未完善之外呢，佢仲有兩個亮點。咁呢兩個亮點呢，亦都關乎咗後期嘅入住嘅生活便利性同埋層樓嘅所謂嘅保值性啦。咁首先而家鏡頭見到嘅呢座建築呢，就係湖心小學嚟嘅。咁湖心小學呢，係已經開咗學噶啦，而家已經係1年級，已經係讀緊書嘅。咁小學嘅呢個校區呢，就係分咗嚟龍湖呢度嘅，即係龍湖發展商呢個樓盤呢，佢都係可以就讀呢個現成嘅小學。即係好多你因為呢層係關乎到後期嘅流通性同埋保值性嘅。咁喺大陸呢，你通常本地人都係如果去接手你個盤呢，都係要考慮翻小朋友以後嘅翻學問題啊嘛。咁呢個呢，就係比較合格嘅。咁第二個呢，就係眼前嘅呢座建築啦。咁呢座建築呢，係中鐵發展商起嘅鄰里中心嚟嘅，已經係硬件已經係施工完㗎啦。咁而家就剩低內部，同埋呢，目前據我所知仲未有開始招商嘅。咁呢個鄰里中心如果一旦未來開咗呢，喺入邊呢就可以基本上係買餸啊，買啲日常嘅生活用品係唔成問題嘅。因為周圍除咗龍湖呢個發展商呢，佢仲有華發招商啦、復地啦、同埋建發啦呢幾個樓盤。目前最低嘅入住率呢係去到3成幾，咁最高嘅呢，譬如建發越璽呢個樓盤呢，去到6成嘅入住率啦。咁其實湖心新城入邊係一路都缺緊比較大規模少少嘅大型商超嘅。咁學校同埋鄰里中心呢，都係喺龍湖天南嘅呢個樓盤隔離嘅。咁相信呢一點以後入住咗嚟呢，係會比較便利嘅，買嘢係會比較方便嘅。咁交通呢，基本上就係咁噶啦。基本上係依靠私家車出行，或者係打滴滴去到主幹道，跟住再轉翻第二條路線去翻市區啊，或者去翻機場啊，去翻高鐵站，或者係去翻人工島翻香港呢啲主要嘅路線區域啦。咁跟住落嚟，我就要入去睇下佢嘅示範單位，同埋佢嘅呢啲戶型產品是否真係如佢自己所講嘅，喺而家呢個市場情況下咧，達到咗100%嘅實用率啦。咁我而家所在嘅呢個位置呢，係小區未來嘅會所所在地啦。咁成個設計呢，係一個圍合式嘅設計。中間係游泳池，跟住兩側呢就係未來嘅健身或者係便民嘅配套所在。咁可以感受到呢兩側起緊嘅呢個樓宇之間嘅樓間距，我現場測過呢大約就係30米度嘅。咁呢啲亦都叫做小洋房，總層高係9至11層高嘅，所以相對嚟講呢就唔會顯得咁壓抑。咁我而家呢，就由會所嘅2部 lift 上到嚟小區未來嘅園林綠化範圍啦。咁而家眼前見到嘅呢，就係目前樓盤開放咗嘅僅有嘅一處綠化道路。而家見到嘅鐵皮圍牆後邊嘅地塊呢，亦都係龍湖天南後邊嗰9座未來會起樓宇嘅地塊嚟嘅。咁呢一點呢，對明年7月份入伙嘅第一批業主嚟講呢，係一定會有施工噪音同埋灰塵影響嘅。屋苑嘅物業公司呢，係龍湖物業，亦都係地產商自持嘅公司嚟嘅。咁龍湖物業呢，其實真係喺全國好多1、2線城市嘅豪宅呢，係做咗好多年嘅物業管理嘅，亦都係得到咗好多住戶嘅高度認可。咁成個盤呢，係屬於低密度嘅高層同埋小洋房組合嘅一個低密度樓盤嚟嘅。咁發展商對外宣傳嘅所有套內實用面積呢，都係講緊可以做到100%。咁就引起咗好多買樓客戶，包括我自己嘅好大興趣啦。咁所以今一期呢，我就幫大家嚟探一探佢嘅實用面積究竟可唔可以做到佢宣傳所講嘅咁高嘅實用。
咁嚟到佢嘅入戶大堂位呢，俾我第一感覺呢，就係佢嘅用料其實都算 OK， 但係呢就冇咁多自然採光位，呢一點呢，後期就需要長期着住燈先可以有採光嘅。咁樓盤嘅戶型佈局呢，係一 lift 2伙嘅密度，咁而家鏡頭見到嘅呢，係走火梯嘅位，後期應該都會有門會封住佢嘅。但亦都可以見到，咁入戶位呢，亦都係冇任何自然採光窗位嘅。咁我哋今日睇嘅第一間呢，係96平方嘅3房2廁單位。咁佢嘅示範單位呢，俾我個人覺得佢就係花咗好多心思去裝修嘅。咁首先入門口嘅右手邊呢，其實就係真正交樓標準嘅第一間房嘅門口嚟嘅，但係示範單位係做咗封閉處理，做咗類似百葉窗嘅設計嘅。跟住再過到嚟個客廳呢，先會發覺原來發展商係將客廳同第一間房之間嘅嗰埲牆呢，完全係揼咗，通過呢個改造方案呢，嚟將個視覺空間呢拉到最高嘅。但實質上佢交樓俾你嘅呢，客廳同埋第一間房中間，即係梳化同埋呢間房中間呢埲牆呢，其實就係鋪到滿晒嘅。咁至於後期你會唔會好似示範單位咁樣去揼咗埲牆去顯示個大空間呢？咁就睇翻個人對房間數量嘅需求啦。跟住示範單位嘅客廳陽台呢，係封咗窗嘅。其實陽台同埋第一間房呢，發展商嘅裝修心思呢，亦都係想通過視覺方面去讓客戶覺得真係好大個空間感。咁而家見到嘅餐廳位呢，我個人覺得都係 OK 嘅，因為可以正常擺到4至6人位嘅餐台，而且唔會好緊迫空間。跟住個廚房呢，都可以擺到正常雙開門嘅雪櫃位。咁交樓標準呢，有涼霸啦，同埋佢嘅所有5金件3件套廚櫃都係交樓標準。跟住廚房個空間呢，都可以符合到3個人同時轉身嘅。尤其是而家嘅呢個角度去睇呢個單位呢，就會覺得發展商將視覺效應呢，就真係做得非常之到位嘅。跟住呢，我哋過嚟睇翻另外2間房同埋衛生間。咁呢，過到嚟嘅左手邊呢，係公共衛生間嚟嘅。咁而家所見到嘅呢啲配置呢，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馬桶、浴屏、洗手盤。跟住呢，再過到嚟左手邊呢，就係今日嘅第2間房。咁呢間房呢，又係屬於佈建陽台嘅形式去做成房間，所以佢會有一半嘅贈送面積嘅。按照發展商嘅示範單位裝修呢，佢係利用咗半包圍嘅訂造櫃同埋榻榻米嘅形式去設計呢間房嘅，咁都會顯得空間係比較充足嘅。跟住又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咁主人房帶埋一個套廁嘅，亦都係滿足咗正常3房或者係2房嘅享受型空間嘅顧客需求噶啦。但係睇到呢度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得房率同埋實用率嘅呢2個概念嘅。咁而家睇緊嘅96平方呢個單位呢，發展商講緊係100% 嘅實用率，咁究竟有冇呢？咁我就要講翻得房率同埋實用率係完全2個概念嚟嘅。咁得房率呢，其實就係由你嘅入戶門開始計，你個單位內部所有嘅空間，包括埋牆體、柱位，都會計去得房率入邊嘅。咁實用率呢，亦都係由你嘅入戶門開始計，你個單位內部呢，所有嘅可使用面積，即係唔計埋牆體、柱位嘅可使用面積先叫做實用率。咁即係話，哪怕以後賣緊嘅新樓呢，唔會去計公攤面積呢，咁你所有嘅單位內部都冇可能做到100% 嘅實用率，只能夠講緊係可以做到100% 嘅得房率。所以可想而知，目前係冇任何樓盤可以講緊自己係做到100% 嘅套內實用面積。咁由此我哋得到嘅答案呢，佢第一個單位96平方，佢嘅實用面積呢，大約就係87%。咁就算係按照示範單位揼咗好多埲牆咁樣嚟增加使用面積呢，佢亦都係未有達到90% 嘅套內實用面積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嘅第2個單位呢，係128平方嘅4房單位。
咁入到嚟嘅右手邊呢，係會有一個好細嘅儲物空間嘅。其實就擠啲快遞啊，或者係啲細型嘅雜物就冇問題。如果係再大少少嘅物件呢，其實都擺唔落嘅。咁過到嚟個廳位呢，俾人嘅第一感覺呢，亦都係非常之大嘅空間感，比較似啲大平層嘅產品嘅。咁我哋而家見到嘅呢度呢，係第一間房，咁呢間房呢，可以作為老人房去使用，因為佢距離另外3間房呢係隔咗成個客廳位嘅，相對嚟講會比較安靜啲嘅。咁個客廳陽台呢，發展商依然係封咗窗，將成個陽台拱咗出去嚟顯示個大嘅空間感嘅。咁客廳呢度唯一一個贈送呢，就係有一個中央空調嘅風管機。咁可以見到呢個封咗窗嘅陽台望翻出去嘅樓間距呢，相對嚟講唔算密，但係亦都唔算開闊嘅。咁我哋而家鏡頭正對住嘅呢，就係開頭講緊嘅鄰里中心同埋學校嘅區域嘅，亦都有泳池景可以睇。咁真正嘅交樓標準呢，其實就唔會有示範單位咁大嘅空間感喺度嘅，因為發展商真係花咗好多心思去做裝修，同埋交樓標準呢係唔會有咁豪華嘅護牆板啊，同埋呢啲吊頂嘅裝飾嘅。咁廚房呢係 L 型嘅開放式廚房，所有嘅廚櫃啊、三件套啊、灶台呢，呢啲都係會有嘅，同埋廚房嘅趟門呢，關起身呢可以變為中廚，開埋佢呢又可以變為西餐廳嘅廚房。跟住而家望到好通透嘅呢個位呢，就係第2間房啦。咁發展商呢依然都係將埲牆呢係揼咗嘅。咁示範單位呢，就係做咗多功能嘅工作間啊，或者係休閒嘅區域嘅。但實質交樓呢，又係封閉嘅牆體，跟住有道門，正常嘅房間嘅設計嘅。咁可以見到示範單位呢，佢嘅呢啲牆體改造呢，就真係非常之將個空間感係顯得非常之大嘅。咁而家見到嘅呢，就係公共衛生間嚟嘅。咁衛生間嘅所有硬件五金件呢，都係屬於交樓標準嚟嘅。而家睇到嘅呢，就係第3間房啦。咁正常都係房間係大白牆，地板呢係啲複合式嘅木地板嚟嘅。跟住最尾呢，我哋睇到主人房，主人房呢係帶埋一個套廁嘅。按照個床位呢，都可以做到2米乘1.8米嘅床都冇問題嘅。咁講翻呢個128平方嘅單位，佢嘅套內實用面積呢，咁按照示範單位將2埲牆嘅位揼咗之後，佢嘅實用面積呢，其實依然都係將近90% 左右嘅，都未達到100%。咁作為發展商嚟講呢，小心思多咁係一定嘅，所以我哋買家去睇發展商示範單位嘅時候呢，就係一定需要抱住理智嘅判斷心態先得嘅。